大家好，我是克夏佛教中心的小金祥法师，是尊贵的占德古仁波切的弟子。今天依然跟大家分享仁波切的这一本英文书《Compassion Conquers All》。那这本书的中文译名呢是慈悲战胜一切。那这本书总共分成3个章节，第一个章其实它的安排呢是根据三主要道的一种排法来安排，就是说。首先，第一个谈的就是出离心，第二章谈的是慈悲，第3章谈的是智慧，也就是偏向空性正见。那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期，来到目前呢是在第二章的修行八颂的第7颂。那第7颂呢，其实它内容比较多，那我们会逐渐慢慢的跟大家一一解释。那这第7颂是暗取他苦。暗取他苦呢，它是一个这一颂其实是仁波切用了最长的篇幅来解释。暗取他苦，中文的它的翻译是：无论直接与间接，愿现利乐于慈母。如母有情诸苦患，我愿暗中自取受。这个呢，首先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就是他先让我们仔细的去回顾一下，从我们出生到现在，母亲对我们的恩情是多么的大，多么的重大。但是从我们还在母亲怀里的时候就开始，就让我们去慢慢的去回想，就是母亲到底承受了多少痛苦。所以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停留的一个部分。那说这样子的母亲，他们如此的照顾我们，就是为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甚至是连导致他们没有机会去接触佛法，或者是没有时间去修持。那这样子的母亲呢，这样慈爱的母亲，很可能因为这样子，到头来当他就是死亡的时候，他可能就投身下三道。你怎么忍心看着你亲爱的母亲投身下三道呢？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如此不感恩呢？那如果说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那首先意识到这一点，有意识到就是自己本身的怎么说呢？自己忽略了，就是母亲对我们这么珍重的恩情，我们竟然没有想到要帮助他。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呢，那就表示我们已经开始第一步朝向菩提心这个方向去了。好，其实我们是停在这个第8页。Like that, in your previous lives, you had a mother, and the life before that, you had a mother. And in some situ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mother in this life, some others from previous life maybe even have sacrificed their lives and give more than your mother of this life. We just cannot remember at this time. So in every single life,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and millions of lifetimes, we had a mother who treated us like the mother of this life. Therefore, in Mahayana Buddhism, we say all mother sentient beings are all mothers. It doesn't mean that these 4 monks sitting here are my mothers. It doesn't mean that everybody is my mother. It means that at one time or another, every single sentient being has been your mother and has treated you in such a way that don't you think you should repay the kindness back? Whether it was done in this life or previous lives, it was done to you. You got the benefit. That's why you are here today. Don't you think you should repay their kindness? 那这2段呢，就是说他讲，就是母亲嘛，一世又一世的对我们很好。那就是我们这一世的母亲，我先从这一世的母亲想起，因为比较容易联想。如果讲到前世的母亲，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办法联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世是谁在那里，那怎么可能联想前世的母亲是谁呢？所以就从这一世的母亲联想起来好了。所以这一世的母亲，从我们还没出世到我们长大，母亲在每一个阶段都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她比我们更加紧张。我们高兴的时候，他们比我们更高兴；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他比我们更难过。
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母亲。那现在的接下来这一段就是说，就像这样子，在过去世你也有母亲，在过去世的在前一世呢，你也有母亲。那有些时候呢，在某一个世，那一世的母亲可能比你今世的母亲来得更加伟大，就是说她可能为你牺牲的更多，甚至有些就是在某一世你的母亲为你牺牲了生命。那只不过是我们记不得，我们没有办法记得而已。所以这样子，我们已经投胎转世了多少世，其实就是根据佛教讲的，我们其实从无始以来就已经是不断的在这个娑婆轮回中不断的投生了。那想象这个无始以来到底有多少次？那多少次就表示我们投生了多少次，就表示我们有多少个母亲。那这么多母亲，我们只需要去联想到这一世的母亲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可以联想到以前的母亲怎么对待我们。那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怎么说呢？参考。所以呢，在大乘佛教里面说如母众生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它并不真的表示说这几个僧人呢坐在那里的都就是我的母亲，也不表示说每一个人就是我的母亲。它只不过说，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候，每一个生命都曾经是我们的母亲，而且都曾经像我们这一世的母亲那么慈爱的对待过我们。所以既然如此，你难道不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去回报他们的恩情吗？无论是他们是这一世的母亲，或者是前世的母亲，就是不管这一世对你怎么做，还是前世对你怎么做都好，难道你不认为你应该好好去回报他们呢？因为你受到了好处，所以你才有今天。那回报他们是相当天经地义的，不是吗？Therefore, in Mahayana Buddhism, the first step to developing bodhicitta is the recognition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been your mothers on that logical basis. 所以因此呢，在大乘佛教里，首先就是要培养菩提心的第一个要素呢，我们首先就是要成立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所以刚才从这第七颂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讲母亲的恩情，母亲的好处，让我们能够去想起这次的母亲是如何的照顾我们，对待我们。那从这里呢，我们再去成立就是佛教的另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都已经在轮回里不断的投胎转世，已经无数次了。那每一世都有母亲。那其实大部分的母亲呢，也都像今生的母亲是那么慈爱的对待我们。那有些甚至还为我们牺牲更多。那无论如何，那你如果觉得你应该回报这一世母亲所对你的恩情，那你不认为？难道你不觉得你应该好好的也回报过去世的母亲吗？不管怎么样都好，他们都是曾经对你好。And therefore, all mother beings, some of them are in hell. Some of them are in spirit world realms. Some of them are animals. Some of them are in desperate human situation. Some are all around you. Some in God realms, taking rebirth and suffering again and again in samsara. How can you, an ungrateful child, let your mother suffer? Recognize that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achieving bodhicitta. 因此呢，你所有的母亲们。就是如母众生啊，就是像母亲这样子的众生，他们有一些呢正在地狱里，那有一些呢正在成为恶鬼，那有些呢是动物，有一些呢虽然在人间，但是却生活就非常的凄苦，非常痛苦。那有一些只不过在我们身边，只不过我们不认识而已。那有一些是成为天神了。其实，在六道的任何一道呢，都有可能让他们这些母亲们呢，也是一世又一世的不断的在痛苦的轮回中，就是循环着徘徊着。那既然如此，你既然知道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可能如此的不感恩？你怎么可能让你母亲这样子一世又一世的痛苦？所以首先要了解这一点。
你要了解了这一点呢，你就开始有可能去培养菩提心。In short, may I do whatever I can to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help my mothers. May I offer all the benefit to them and take their sufferings, openly and secretly enduring suffering for my mothers who have been so kind to me. May I secretly take upon all mother sentient beings suffering and pain. 那这个其实就是第七颂的就是在重复，所以无论直接与间接，愿先利乐于慈母。如母有情诸苦患，我愿暗中自取受。就是不管是直接或者间接，我们都不会希望能够暗中的暗的帮我们的所有的母亲呢去承受这些痛苦。We should pray for that quality. We should want that quality, yearn for it, make offerings for it, meditate for it. We should recite mantras or do retreats for it. We should go to our gurus for it and receiving teachings for it. We should make donations and do whatever beautiful charity works that everybody has been doing for that purpose and that purpose alone. To repay the kindness of mother sentient beings. How to repay them? Not simply to give food, clothing, shelter, and medicine, but to give them the complete method to be free from samsara. And the only way you can do that is by becoming an enlightened beings for their sake. 刚才说，所以呢，我们应该希望我们拥有这些特质。这是什么特质呢？就是按其他苦里面所说的这种特质。我们应该想要拥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希望能够培养这样子的特质。所以我们为他做供养，我们为他做禅修，我们要念诵心咒，或者是为他做闭关，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培养出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本身这个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回报一切像母亲般的众生曾经对我们的恩情。那怎么回报呢？那并不是指简单的就是给食物啊，给衣服啊，给住的地方和药物等等。要给的话，其实是就是要给他们一个能够摆脱这个轮回的方法。其实我们应该给他的是摆脱轮回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真正的究竟的苦，其实来自这个轮回。那你该怎么给他们这种方法呢？你怎么能够给他们摆脱轮回的方法呢？要能够给他们摆脱轮回的方法，那唯一的可能性，而唯一的理由呢，就是你自己本身也已经证悟成佛了。那你自己本身证悟了，你就能够去好好去带动你的过去的母亲们，一步一步的走向成佛之道。For the sake of all mother sentient beings, I will listen to the Dharma, so that I will learn the methods and I can practice and I can become an enlightened beings to repay their kindness. For the sake of all mother sentient beings, I will make offerings. For the sake of all mother sentient beings, I will support the beautiful Dharma centers. And for the merit that I receive, may I become a Buddha to benefit my mothers. I will practice patience for my mothers. I will meditate and do mantras for my mothers. 那这段呢，说的是为了无母众生，我会好好的聆听佛法，那好让我能够学到这些方法，好好的修持，终有一天就是证悟成佛，来回报他们的恩情。就为了这一切的无母众生呢，我做供养；为了一切的无母众生呢，我支持就是美丽的佛教中心。而从这里呢所累积的一些功德资粮吧，我们把它可以希望自己能够成佛，好利惠众生。那我们要对母亲呢，所有的母亲们呢，都能够很宽容，而且我们常常要记得去为这些乳母众生修持和念这种心咒。When your motivation is that you will do Dharma practice, help Dharma centers, assist others, and so on, so that you can repay the kindness of others,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easily when you meet harsh people.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easily if you do not get results quickly.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easily.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you will be able to endure it. We can endure a lot of pain and problems for our mothers today. Remember the kindness. So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r mother of this life and previous lives? 那如果我们的动机呢是想要说，就是我们的修持佛法，好让我们以便我们能够去帮助佛教众生，然后帮助他人等等的话，好让自己能够去回馈他人的恩惠的话，如果你的发心这些，那你就怎么说呢？你就不那么容易感觉到沮丧或者失意，你不会受到他人的情绪所左右和影响。那即便你所做的事情没有办法立刻给你带来回报的话，你也不会那么快，你也不会那么容易觉得沮丧。那如果什么事情出错的话，你也不那么容易觉得沮丧，你也能够去承受它，能够去忍受它，你能够就是为了我们今日的母亲去承受许多痛苦，记得他们的恩惠。那既然如此，过去式的母亲和这一世的母亲有什么不同呢？那这个我们要好好去思考一下。既然这一世的母亲，你愿意为她付出那么多，你愿意为她牺牲，愿意为她好好修习佛法，那过去式的母亲跟这一世的母亲，它差别在哪里呢？And there's a very strong chance that the being around you will be your mothers again. Like H2O molecules, water molecules, evaporations, cumulus cloud, hail, snow, rain, and then collections of a water body, and again evaporation. It is the same H2O molecules in a cycle. There is not one new H2O molecules in the world. Like that, there is not one new sentient beings in this world. They are the same ones that you will be meeting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So doesn't it behove us to remember the kindness of the past and of the present, and the kindness that they will display in the future? So every action we do, the motive should be for all mother sentient beings. And when you do that, you are practicing the Dharma and you are on the way to Buddhahood. Every single Buddha acts out of that compassion, out of that thought, spontaneity, effortlessly, constantly, because they have conditioned and trained. 那这两段说，就是说，我们其实遇到前世的母亲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因为其实众生嘛，它就是说，就像水分子一样，H2O 就是水分子。那水分子呢，就是不断的蒸发啦，形成云朵啦，形成冰雹啦，形成雪啦，形成雨啦，然后再重新再掉落地面了，然后再蒸发上去了。那不管经历了怎么样，不管形成了就是它改变了怎么样的一种模式都好，那始终呢是同样的水分子。在这个世界上呢是没有新的水分子，它一直都是旧的，就不断的在循环改变方式而已，改变它们的存在的状况而已。那就同样的，这个世界上的众生也是一样的，他们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其实，在心识上不是同一个，而且我们不断的相遇，只不过是每一次投胎转世的模样不一样而已。那既然如此，难道他没有让你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去纪念着去记起这些众生的慈悲嘛？他们在过去世或者在跟过去世和现在他们对我的好嘛？而且你既然讲到这一点的话，既然所有的众生都可能曾经是我们母亲，那自然的在未来呢，他们也会是我们的母亲。那你是不是应该对他们就是潜在的母亲也一样好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些思考题。你常常去思考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很富有，是很合理的，只不过我们不习惯，所以要常常去想，尽量想得越生动越好。去想，首先去从自己的母亲身上想起，相信自己的母亲是多么慈悲的、慈爱的对待我们。那想起自己可能
有些人可能在母亲可能怎么说呢，母亲可能很早去世，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也都发过愿说哦，希望能够来世再当怎么说再有这样子的缘分呢？希望来世能够好好回报母亲的恩惠了。这很多人都发过这样子的愿，只不过当去到投胎到另一世的时候，大家已经不再记得了，如此而已。所以这样子的可能性是有的。那既然如此，我们意识到了所有众生都可能是母亲，那我们怎么不好好的去怎么说呢？去善待自己的母亲呢？那这一个讲的就是这样子。那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暂时到这里，我们下一期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乳母众生。那在结束之前呢，跟大家一起做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是，说是佛法信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真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系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此相属二之意，其愿上为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位教法具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那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